加入拼图概念的木头让人耳目一新。这个是一个女生啊，但是她披头散发的感觉，她只是用几个块面、几个片状，将它呈现出来。还可以平面这样玩木头，你一定没想过。你觉得是狮子呢，还是老虎？我觉得是老虎。木材这种天然资源越来越少啊，但是我们如何来珍惜这些资源，把这些资源做最有效的一个利用？艺术家刘邦汉秀出迷你存钱筒，长条木块堆叠，智慧的嵌合工法，拆解容易，重组难，拼凑之中巧妇趣味。如果说一次就做好了哈，你想想看这个还有什么吸引力呢？像是拥有工艺技术的魔法师，天幕花瓶、积木青蛙，刘邦汉脑子里的创意不止成方成圆，想象无边际。我们设计人尽量就是让观赏者去定位这些东西。薄木片可以嵌合成画，从事创作30多年的刘邦汉，把木料玩得颠覆，也玩得淋漓尽致。见古而后创新是他的心得。如果说这个宅主人他是属金的，所以他就用金型的；属木的就木型的。《说文解字》有云：“人加木是修，树与人密不可分。”工作室因此取名啄木鸟，不让树浪费成朽木，也提醒人们喘口气，善待自己。就是当你接触木头的时候，就等于接触健康。还是要多去接触山林，对不对？是我们说斗宽抢山，多看青山，懂有蹦出，对不足，斗有蹦出，对眼睛很有帮助。是高科技给人们好多新刺激，但有些单纯的感动，回过头就在大自然里。斗宽抢山，对不足，斗有蹦出。斗宽抢山，对不足，斗有蹦出。